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iss Can 做手工。喺我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按讚、訂閱、追蹤我哋。OK。阿基啊，感恩節咧又就嚟到啦！為咗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，我整咗一張卡片，想要送俾大家。好靚喎！如果有寫字嘅話咧，就更加好啦。嗱，我呢一張卡片咧暗藏玄機㗎，嚟拎起佢，跟住彈一下或者揈一下。哇，好神奇啊！你快啲教下我同埋小朋友點樣整呢張魔法卡片啦！冇問題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好，我哋要用到嘅材料同埋工具有 A4 紙、A4 紙、馬卡筆、馬卡筆、訂書機、訂書機、膠剪、膠剪同埋顏色筆。顏色筆。準備一張 A4 紙，對摺2次，剪出一個長方形。根據卡片嘅大細，剪出2個梯形，備用。喺紙上面畫上線條圖，剪低圖案，將梯形固定到卡紙嘅2側，反轉，喺底紙上面畫上自己鍾意嘅圖案。最後裝飾卡面，完成。用手寫卡片嚟表達自己嘅心意，雖然簡單，但係咧包含咗滿滿嘅誠意。係啊，而且咧無論幾時都好啦，手工卡片咧永遠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小禮物。大家記得學起身，跟住送俾重要嘅人啦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星期5準時6點 Kiss Can 見，拜拜。